小陈，哎，你好呀，有来看侬个呀，我说啊，侬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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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心，哦哟，醉了不得了，真的嘞，今天好高兴哦。今天怎么来的呀？我们是乘车来的，专门过来的啊？当然了，得为了看侬。我以为你们是跟团来的呢。没有啊，谢谢。自驾车。好，嗯，侬来做啥来啦？看侬个呀。侬要唱话剧是吧？当然了，就是要来唱话剧才来的。哦，晓得。哎，来，我们唱。好，马上就唱。这美景，伴有痛，他的名字叫李金兰，今天送上一位中。忙里真要再三，你把情人洗净了，侬一人的美声。这个梅花同饮茶，人家说会成之真，今天送的一位中，毛里真爱永生。要再三，人间百千难作战，有再三，多少梅花能做真，尚未我着。心上。人生宝塔难作战，稍微中。